蔡順十岑。西漢末年，有個人名叫蔡順，從小就冇咗父親，同母親相依為命。佢侍奉母親非常之孝順。當時王莽篡位，天下大亂，連歲饑荒，到處都缺乏糧食。蔡順只好到野外撿拾桑樹嘅果子，供奉母親。有一次，佢出去撿拾桑葚，遇到咗赤眉賊。赤眉賊好好奇咁問佢：點解要用2個器具嚟裝桑葚呢？咁樣唔係好麻煩咩？蔡順回答話：黑色嘅桑葚成熟咗，比較甜，係俾母親食㗎。紅色嘅仲未成熟，味道比較酸，係俾自己食㗎。所以我先至分開裝。盜賊憐憫佢嘅孝心，受到感動，就送俾佢牛蹄同白米，俾佢返去奉養母親。但係蔡順唔肯接受。後嚟佢嘅母親死咗，仲未有安葬。忽然嗰個地方發生火災，火勢直逼到佢家裏面嚟。蔡順抱住咗母親嘅靈柩大喊，結果大火竟然越過蔡家，燒到其他嘅地方去啦。又因為母親生平最怕打雷嘅聲音，所以每逢有打雷嘅時候，蔡順必定繞住墳哭喊住，思念母親。蔡順喪父，世亂歲荒。十岑奉母，赤黑昏康。蔡順，少姑，事母孝，遭王莽亂，拾桑葚，乘以義氣。赤眉賊問其故，順曰：黑者奉母，赤者自食。賊問之，贈牛米不受。母喪，未及葬，理中災，火逼其舍。順抱舊好哭，火遂越燒他室。母生平畏雷，每雷震，順必還重泣呼。